议员多数人伫市政中执询，针对近年来争取的地方建设，包括桂林沙仑派出所的动工、上桥第5救灾大队、文贤分队的新建工程等，一项一项正在发包兴建当中。其中，伫台86线的侧车道部分，议员嘛希望争取纳入南科4期的规划，将7个断点来贯通。台86下面的侧车道啦，哈，因为咱即马侧车道只要拄到交流道，拄到咱的三名经溪，北面的咱拢无法度接过，所以这个断点我们要把它接回去哈，再来。我们目前是希望能够在整个沙仑科学园区，在整个在推动的过程当中，能够并到里面去，因为它需要的经费将近48亿。对。那这个经费实在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负担的，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用国科会的一个方式，它跟中央来做一个相关的提案，能够并到那个案子里面去。这样的话，整个我们这个侧车道的7个断点，其实能够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处理。另外，为解决林德中正路的交通问题，议员多数人嘛提出林德铁路立体化的计划，并且伫10月2日由立议会同意来出具动议函，希望市府赶紧来送交通部审议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